萨瓦迪卡，大我也要家说迪克吗？人人传道，人人传道，萨瓦迪卡。สวัสดีค่ะ哇，我们今天很特别哦，今天的南博公台语，我们要讲华语，因为我们今天请到我们泰国在地传道人，他这是泰国人哦，但是他的华语讲得非常好，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哈。然后我们今天也要带大家去看阿兰传道呢，在从小生活的地方，对不对？今天很是的，开心哈！哎，听说现在外面下大雨哈，泰国现在外面下大雨对，在下很大很大的雨，希望不哦。影响到我们直播对的情况。对，感谢主，我们没有听到下大雨哈。哎，观众朋友假爸喂，现在有来线上的啊，你们吃饱了没有？今天我们讲华语哈。那我们为什么说这是台北的玫瑰呢？那这个很特别的一朵玫瑰花哈，它是非常认真侍奉上帝的哈。在泰国这个，我们想说泰国是佛教的国家哈，哇，在这里当传道人应该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对吗？来传道。是的，因为毕竟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资料让大家也看到说，目前我们泰国还不到1%嘛，就是信主的人啊。是，对，好，所以我们要先来聊一聊台北，哎，传道在小时候的台北生活，因为我们好像很少接触这个在那边的生活哈。哎，看这个照片很可爱，这传道小时候是不是？大家也可以猜猜我是哪一个哈，如果这个猜对的话，猜出来送一朵玫瑰吗？也可以这样子哈，这是我小时候永泰礼拜堂那现在的话，教会就是这个教会的样子是不变，只是我们已经长大了，而且在里嗯，面的这些当时的这些小朋友呢，都成家立业都成家立业了，这是当时的一个状况。好，等一下也会看到现在永泰礼拜堂的状况哦。敬请期哦，待。对啊，对，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哎，是这个到底是哪一个？最后再公布答案哈，我也猜是的，不出来，是嗯最可爱的那个哈。好，嗯，那这个我们这个是传道的妈妈，是吗？对，是我母亲啊，我妈妈跟我。那因为我是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哈，我是嗯，爸爸是佤族，妈妈是汉人，所以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这个服装是我们佤族的服装哈，哦，颜色很鲜艳就是，是很亮的一个颜色。哎，所以在台北那里有非常多的少数民族哈，我们知是的，道的有没有10个？哦，可有吗？能我们目有吗？前教会的话，应该只有我一个是少数民族哈，也是华嗯，侨的。但是呢，那对，边因为是少数民族的关系，所以有嗯，很多的小吃可以在那边可以看到。那这个大家哦，看了是有一点像线状哈米线状的，它就是我们对，叫炒米线是炒米线，哦，对，是炒米线，是很好好吃的看，小吃，咖米这个线的对吧？5块、嗯，10块都可以买得到的哈，是哦，可以很诶，这个容易看起来是吃到。真好吃，很好吃哦。对嘿，对，啊，这个好，有那这个是点像我们蒸蛋哦。跟大家介绍，隆重介绍，这是玉米浓汤，它是我们那啊，边的，对，玉米它是玉米浓汤来的，而且我们这我起来很个玉米喜欢喝。里面是完全的是纯的玉米哈，玉米汁来调成这样，然后我们哦，再加一些佐料，所以呢，是，它的那些香油真的是很香，是很独特的，就只有我们那边才可以吃到哈。哦，真的哎，这个是对台北的玉米浓汤哦，不是蒸对，蛋哦。是少数民族的哈，是少数民族的哦，少数玉米民族的玉米浓汤，哎，这个更特别了，这是什么味？哎，那这个呢是就是嗯，把一些我们要吃的东西把它捣碎，然后加一些哦，佐料，
那它嗯，就可以配饭吃，而且你吃饭的时候就会可以吃很多饭，它很也下饭的。是这样。对，哦，它是佐料来的。因为我去台北这么多次，还没有吃过这个，下次哦，要来。这个是对家常菜，对对，对不对？外是是面没有在卖，啊，可以自己家可以做，对，这些都是自家可以都是做的。家常菜嗯哈。哦，这个看起来很像产草，这个叫做对，草龟。这是仙草，对，它是仙草嗯，啊，因为刚哦，好是我们邻家的姐姐，她喜欢弄啊，所以她就跟我们分享，她弄那么多，她都是嗯，很乐意分享的一是，个姐姐来的。泰国嘛是有产草的，泰国也是有这个哈。我们觉得很难想象哦。好，这嗯，个更特别了，哇，这做大料很大颗呢。哎，诶是因为我们那边都是我们家乡那边都是山上嘛，都是是房子都是有地基的，所以的话呢，每家每户差不多都有这些水果，就是按照季节的水果都可以吃到啊。像这一哦，张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得出它是荔枝哈，它就是每个是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这个水果可以吃到，对。这个在欧洲没有的荔枝，很羡哦，慕，这还这么样子，大颗。是是是，对，欢迎就是所以你们。在嗯，台北每一户人家都会有种这个农作物是吗？就是是的，这些水果都是按照季节都可以吃到的。嗯，哇，这个就是阿兰传道刚才说的哈，大家都长大了，恩哎，光礼拜堂，嘿，好，那这个恩光礼拜堂呢，是我受洗的地方。我在这嗯边聚会了10几年，就是我要嗯，来现身来读装备做传道人之是，前的一个教会。他们也今年也是20几年了，也感谢主嗯，在这里认识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成为我在属灵上以及生命上的很坚强的后盾跟陪伴。真的是诶，很感谢主。阿兰传道在泰国应该很少人信基督教啊，那在台北那边是很多吗？看起来人也蛮多的嘞，是哦，这吗？个是曼谷的哈，要先跟大家说，这是曼谷的。那等一下我嗯们也会有一些的统计，像呃，我原先的教会就是小时候的教会，就是我们嗯，主持人他后面的那一张照片哈，就永泰礼哎，拜堂后那里，每个面这个星期，对，每个是星期聚会的人都是100以上的，在永哦，泰，对，100以上，而且儿童主日学的这部分的话，都差不多70、80的，是哦，小朋友是很多的，所是以的话，无论是要做年长的人的事工，或者是你想要嗯，关怀小朋友这些事工都可以做得到都可以一起来哦，对，来关也是这样，怀他们嗯，所以这是我嗯，对，为什么会想要去读神学院呢？因啊，为这么当多的这时个佛教国家嘛，我们想，泰国应该是佛教国家，是的，就是因为当时我在恩光堂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教会就只有一个女传道。嗯那我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诶，如果只是一个女传道的话，会不会太辛苦所以就是民嗯生的这样想要把这个神学去装备自己嗯也感谢主，就是说在整个上课的这样子的一个期间真的神的恩典是够我们每个人用，只要你愿意摆上你自己，也在当中看到我们神学院这个就是我们 BAT 就是曼谷神学院我们这个嗯，神学院呢，差不多60%几都是少数民族，就哦，是对，都嗯是少数民族的这些神学生来读书的哇，那这个 BAT 呢，它又是在第7区会之下的嗯是所以的话，就是那目前我服侍的教会也是在第7区会所以的是，话，对，嗯是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有区会，还有就是基督教总会这些都嗯是在泰国，你来到泰国的话，必须要去了解的一些的背景所以在那泰国它是分哪一个区哪一个区，对吗？它跟我们是的，在台湾不太一样哦。台湾可能是是的，分什么教派然后是泰嗯，国是分区的，你是哪一个对，区的这样子？
先要看说你是在哪个区，然后是哪个教派啊，这样子的话，像我原先在恩光堂我是浸信会的，但是我来到真理堂是长老会的，所以的对，话，长老会就分区派的区域，所以的话，这些都嗯，不会成为我们信主跟要归属教会的那种那些是，情况的其实都是对，一家会啊，都是一家人啊哈。是的，好，那我们就是很特别要来看，最近泰国水灾也蛮严重的哦。哦，就是是其实的，哈，各地哈，我们不是泰国而已，我们这里多瑙河水灾水患也是很严重哦，就整个船也是好几天都没有行驶哈，只是沿岸多瑙河的都很严重的水患哈。那所以今年泰国好像泰北那边也特别的严重。对，今年泰北算是我记事以来是最严重的一次了。整嗯，个清莱就是我们那边的省份，有机场的省份，就是在那一区都是已经淹水的状况。那在我们这个图片上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我们目前我们泰国的总理是一位女士她是我们前任的总理的女儿，就是塔辛她的女儿。是那现在她是现任的，对，这位新女士是，总女对，是哦今年8月16日才上任的，八哦，月很十六新的，日才上任的，对，对，她上任了只是1个多月一点点而已只是1个多月是，一点点而已。好，所以这然后个是第二个泰国女总理耶，今年很是的，特别，嗯，好，对，那年轻，我们也发现，就是关于猴痘的这件事情的话，就说现在泰国也有发现，这个我们在做这个PPT 的时候的资讯是只有一例，现在已经有第二例了。已经在猴痘这个的话，目前是已经有第二例。然后呢，然后我们泰国的经济的这一块的话，政府也希望是可以在预期的增长是希望是可以增长3%这是也嗯，预期说希望泰国的经济是越来越好的一个情况。好，我们来对，看一下，好，因为我们主持人想要问什么的吗？对，因为整个泰国好像是旅游业、观光业为主，那疫情的时候蛮惨的哈，就是说那个时候整个泰国人啊，还有很多的都倒闭了，很多饭店啊或者是餐厅啊，都倒闭了，那非常的对，严重哈。那现在慢慢的也回来了，但是我们是有讲到说泰国的基督教人口，大家看一下，不到1%呢。是的，目前就说以我们泰国人总人数来讲的话，我们嗯，基督教就是信主的人，而且这个基督教这一块的话，天主教也放在里面哦，天主哦，教还有是安哦，息日会，还有哦，是我们新教全的，部都算，哦，对，这个人数是而不到且这个1%，哇，是的，那这个资讯呢是在2023年4月份的就是去年是，的算是最新的资料了。好，嗯，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资料的出处就是 Estar 如果是你们有兴趣想要了解泰国的状况，它里面的有2个文字，就是泰文跟英文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泰国教会的一些的现况在各省的基督徒地幅图画就是在各省的基督徒就是哪里的地区的基督徒最多，还是对，曼谷的这一区，还有清迈这些都是曼谷跟清迈，对蛮多人的。是的，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语言使用的部分语言使用的部分的确就是说泰国本地的就是泰语是泰语，蓝占色这边是百泰语，分比是最高的对，然后呢，一些教会的组织也是蛮多姿多彩的这个我们也可有以很多在泰种呢，国的哈，AB 跟我想象不一样，虽然只有0.75%，对这么多的组织哦，组织在这里嘿，面，还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其实也很多语言的教会哈，不一样的，是的，
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哈，有教会。这个呢是在泰国教会使用中文的人数哈，就只有这么2000多一点点而已。是，就是0.5%，0.5%，非对，常的少哈。使用华文的哈，真的不多哈。所以阿兰传道人会华文哈，很厉害的，不简单。就好，我是们来第一名看更详还是泰语。细的。对，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又可以看到说，教会的比例就是泰语呢是第一哈，就是使用最多的。那第二呢是科练哈，我们泰文是叫他们 Korean 哈，Korean，Korean，那这个是第二的。那拉胡语的部分是第三。然后阿卡族的部分，阿卡语的是第四。你看，大家都可以看一下说，除了泰语之外，我们少数民族的语言是很多的。那中文的部分的话，可以看到说是排名差不多第11名哈。那教会在当中的就只有22间教会是使用中文，完全使用中文的。这个中文呢，不只是国语哈，就是说广东啊，还是说一些潮州啊，也是在里面的。潮州，对对，台语台语也是在里面，广东都是在里面。对哦，在泰国也是有讲台语的哈，长老会哦。是的，所以的话，如果你们来到泰国曼谷的话，也不用担心说，我找不到教会，我的语言这些都可以让你们。可以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这些讯息的哈。虽然很少，但是都还是有哈。对，太感人了，这样子。那目前阿兰传道在这个泰国的曼谷哈真理堂对吗？是的，目前我是在基督教曼谷真理堂服侍，是从2019年7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在这里服侍了。那我感谢主，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前面的一张哈，就是有在外面有一张十字架的那一张照片。刚好上一次去到曼谷是我们主持人还有盛文林老师一起来探望我们的时候，还有是艾梅师母我们一起的时候，还有 Kevin 哈来看望我们的时候拍的这一张照是非常对我非常有纪念价值的。因为我在真理堂这样服侍的这将近4-5年的这样的，都是他们在陪伴我，只是陪伴有艾梅师母陪伴 Kevin 跟 Esther， 还有是文林老师还有我们的对最近要案例长老的这个对林登辉执事他要在今年就是2024年11月3日我们已经。教会已经向第7区会申请要案例林登辉执事成为我们基督教曼谷真理堂的第一位长老。是，对，然后还有我们在线上常常支持我们的明辉他们2个家庭就是明辉夫妇还有就是我们钟弟兄夫妇，他们都是我们团队里面的都是我们只是同工。感谢主。那中间的，一位穿牧师袍的是当天给我们梅英姐妹受洗的主理点水里的牧师是陈国汉牧师，他是潮州人来的，可以听懂华语。他之前呢是在香港读过书，所以他的广东听得更流利些。对，所以如果你会华语的话，欢迎就是来这边可以坐哈。好，那这部分都是我涉及到的一些服饰的领域哈，就是说在2020年的时候有机会去晨曦会门训泰文部做一个临时的老师。为什么会说临时呢？因为刚好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国外的老师没办法来到泰国，所以艾梅师母也邀我一起去那边服侍了仅仅1个星期吧。所以晨曦会不是只有华语哦，它有泰语部的，对，是专备这些弟兄要服侍神然后呢，在今年的时候回去看晨曦会上礼拜的
直播对。哈，介绍晨曦会。那以林之家又是那个孤儿院是吗？是的，它是一个孤儿院，这些孩子啊都是嗯从北部下来的，也是少数民族的也有，然后呢是泰国嗯，本地的孩子也有。那就是是今年要开学之前哈，他们那边就有一个夏令营，让孩子们收心，也从基督教的品格，就是基督教的品格来装备他们，让他们收心，然后预备专心的上是。课。好，对，我们整那理以前也常去孤儿院哈，因为他们是的，其实很希望有人去跟他们活动嗯。啊，讲讲故事，而不是只有送物资哈。是的，这样子，好，真理堂一直都有在做这方面的一些事工哈那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教会也有基金会嘛所对 以 k l m o 基金会哦，诶，也是我们这个频道创始的这个是这个基金会呢。我们这个频道其对实就是来在隶属在 k l m o 基金会下面哈，是的，也非介绍。常感谢 Esther 姐妹哈，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她真的是很用心的在为神的福音的缘故哈，因为也希望说借着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是，可以看到服饰的需要，还有很多人对没有信主，这些小朋友就是说对来了这里之后就是才更加的改变一些性格调整他是。们各方面的一些一些人生观各方面都是从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培养的。真的很重好，要。对，是的，还有所以刚才还有漏掉了一张帮忙跳是回去哈。那我也现在呢也参与到一个新约那个释经的翻译的团队当中。那这个的话是在清迈的一个神学院，他们的一个需要是嗯我们会从中文翻成泰文，因为毕竟嗯在这些释经的这些部分的话，我们泰国是蛮需要的，所以的话，我们是神学院就看到这一部分，所以的话我也参与嗯到这个团队的翻译的是。团队里面希对，望也为更多他们来祷告哈，希望更多人可以看见。因听说泰文圣经很难懂呢，然后如果有这个翻译的话，有释经翻译哈，是应该是很好的一个辅助书籍哈，是的，更多人看到哈。好，然后那这部分的话是我们将在今年12月17到19差不多20号，我们会有一个短宣队就是我们真理堂还有就是我们 Camore 基金会一起就是去关怀在北部的访宣队。我们会去哪些地方呢？就是我们会去福泰基金会福泰教会这边呢，它有一个长青的社工，还有是跟当地的泰语的小朋友泰文的小朋友教他中文的这些课程，所以到时候我们都会去那边一起配搭服饰，这是哦，对，我我们们就是呃下个月也会邀请福泰教会的这个牧者哦来介绍一下哈，敬请期是待这样。嘿，然后好的，所以这个是上次我们有讲到哈，沙漠嗯之家没看到是的观众朋友可以登去看嗯哈，这个是节目哈可以再回去看对一下哈，沙好。漠之家，对，这样好，那我们因为我们要去3个地方，第一就是福泰，然后会去沙摩尔之家，然后会去泰是，北永泰，就是对，我自己的小时候的教会那嗯泰北永泰这边也是有就是说周间的话，就是有一个长青的一个活动，就是让一些长辈们他们能够来到教会这边有一些运动量血压然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欢乐。我有嗯，就是我回去的时候都会去支持他们所以的话每次去看呢，大家都很欢乐的在那边做这些活动。然后呢，他们老人家真的是受益良多的，就是心情各方面，然后大家又可以见面，又可以聊聊天，又可以量血压，还有呢，他们也会教会也会给弟兄姐妹们预备一些可以年长的人可以用的，像calcium或许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在那边一起享用爱宴。
老对人熊爱这会，哎，对，这个老是人哈，真的是很喜欢在，应该不能说老人啊，长青对吗？哈，他弹性们这一些，活动，对，大家都聚在一起哈，是很开心的嗯哈。因为我们也有一段视频哦，对，哎，嗯，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他给你们在看一下，做什么哈？对。你看这个小朋友也是很开心呢，跟着一起做是吗？是的，刚好他对，的那天是跟奶奶一起过去，所以是，大家做他也做，也鼓励他做。那因为年长的膝盖不好嘛，所以大家有些活嗯，动就是坐着来做这样是。子。嗯，对啊，OK 呀、那所以呢，我们想要知道说，在泰国啊，就是当传道人有什么样的挑战呢？应该啊，是很多哈、是的，那就要看说你的服饰的对象是泰语教会还是用中文使用中文的群体。那泰语教会的话是很普遍的是很普嗯遍的。那华人教会的这一部分的话，又是泰国本地人，然后又可以用中文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确是很挑战。毕竟像我们真理堂，我先举个例哈，就是说我们真理堂的话，大家都是四面八方的无论是从马来西亚的华人中国的，还是说香港的、台湾的，还是我们泰嗯国自己，就是只要可以用华语的，都会来我们可以到我们真理堂一起来第一呢。来敬拜赞美神，也在当中一起做守望跟扶持，这是也是教会的一个本质所在。那关嗯于挑战的部分的话，第一就是你要持守神所托付你的这一半就是说关于要在当中服侍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要非嗯常的坚定的因为每个人理想背景不一样。每个人理想背景不一样，每个人的华语程度也不一样。也许我讲的一句话，可能每个背景的弟兄姐妹听了就是理解不一样，理解，对，就会有一是些的落差在当中。所以的是，话，这个也是会也是可爱的地方，也是造成很多的一些趣事的地方。只是，要想说，如果是我们把神所托付的这个棒就是说，把这个责任我们做好的话，所给我们托付的这一部分做好的，我相信说，再艰难的挑战也是可以去胜任那还有呢，因为我自己本身原来的我是讲云南话，又是与泰嗯国多数的环境，我是用泰文的。所以，嗯然后现在来到一个华语的教会的话，是，就是在语言上真的是只能说要更加精进自己也更加精进自己。也感谢主，就是像当时我们主持人也跟我们在真理堂一起配搭的时候，也在他们的身上学习了很多关于服饰的，因为他们是在我之前服饰的嘛，在教会里面各方面也从他们的身上学习了很多，也是真的是很受益这样子想还是说，对挑战的话是言语这一部分的话，真的是啊只要用中文的这一部分，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现在挑战，真的是对。很阿兰传道是一个很谦卑的传道人哦哈，然后在这个那么多的华人当中，他虽然是泰国人，很愿意来学习哈，然后也愿意接受挑战，所以上帝也给他很多的恩典。然后呢，我们也很希望说，借着这个平台，我们也可以让更多人来关心泰国的传道人，他们有很多需要支持哈，关心支持的地是的，方哈。对，真的，对，嗯如果说你有来泰国，然后也愿意来这里哈待久一点的时间，是不是也可以跟阿兰传道联络啊？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啊，好帮助一些人，也很好，对吗？对对，都非常欢迎你们就说
你有听到这个讯息的话，因为我们有脸书，还有就是我们 KMO 这个平台的话，也可以联络到我们哈，可以留言各方面的话，可以想要来教会聚会，或者是想跟我们一起配搭，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我们也非常的乐意啊。像我们去的一些孤儿院啊，这些我们也真的希望说大家能够看到这些孩子们这些孤儿院他们的需要的时候，传递这样的负担，让更多的人来关心他们，不只是在物质上，也是在属灵方面，让他们知道说他们不是孤独的，他们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在一个孤儿院这样子的地方哈，也是看到更多的弟兄姐妹借着机会去关心他们，让他们更加的感受到主耶稣的爱对，感谢主，感谢主，谢谢阿兰传道，我们也谢谢师母，现在在日内瓦哈，也跟我们问好，还有刚才的梅秋、明辉哈，还有我们提到的，可能很多朋友他没有留言，但是他都在线上关心我们哦。然后我们也祝福阿兰传道哈，希望可以在泰国的日子呢越来越有得力哈，不是得力，然后就是这个玫瑰继续绽放，从台北来的玫瑰哈，后面这个是那个阿兰传道后面这个是基督教总会，它是的基督教总会，它简称英文叫 CCT CCT， 对，我们真理堂就是在基督教总会的框架之下的一个教会这样子，对。所以虽然我们基督教在泰国只有0.75%，0.75%哦，不到1哈，但是相信上帝会复兴哈，越来越多，对吗？越来越多人愿意来跟随哈，相信上帝。好，今天是的，还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关于说我们泰国的基督徒这一部分的话，差不多近这10年来，的确是增加了很多的，也看到说不只是机构教会弟兄姐妹热心传福音，都是在当中的一个让这个人数在增加的一部分。对，荣耀归神。是。好，所以呢，阿兰传道也是单身哦。如果有兴趣的，很开心哦。好，可以跟阿兰传道联络哦。好，那我们一样，下个礼拜一晚上台湾8点十分，泰国7点10分，澳洲2点10分，跟这会来讲故事。今天因为今天我们是阿兰传道，他听不懂台语哦，所以我们用华语。那下个礼拜我们也恢复台语希望大家继续来支持我们的节目哈，让更多人可以看见不一样国家的基督徒，不一样国家上帝的心意。那就再次谢谢阿兰传道，ขอบคุณค่ะ ขอบคุณค่ะคุณเอสเธอร์